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4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人口问题。众所周知，我们人口问题跟我们的消费也密切相关。我们谈到房地产的时候，经常会说的这个人口决定房价。谈到消费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如果你家里多个小孩，那你的消费是成倍增加；如果没有小孩，那你的消费是可控。俗话说，馒头加榨菜也能混。所以说，这个人口既跟我们的未来发展有关系，又跟我们当下消费密切相关，跟我们的经济的景气度。如果人口萎缩，那么大家就觉得未来经济会进一步萎缩，而且还涉及到养老，涉及到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的负担越来越重，整个社会感觉是在走下坡路。但是同时，另外一个矛盾，什么矛盾？现在每年1200万大学生毕业，又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的时候我们人又多了，消费的时候我们人又少了，你说这问题出在哪儿？今天我们就是闲聊人口问题。实际上人口问题不光是中国有，所以我们要跳出中国来看人口问题，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什么制度不同、政策不同导致人口下滑，这样我们的视野稍微能宽阔一些。首先是去年2025年咱们新生儿只有790万吧，这个人口出生率，我看有媒体报道已经回到了清朝乾隆3年的水平。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高级研究员易富贤他说2025年中国大陆出生792万人，是清朝乾隆3年，也就是1738年以来最低，这将近300年了。但是大家也知道，1738年乾隆3年的时候，当时总人口只有 1.5 亿，当时 1.5 亿就出生了将近800万人，咱们现在是14亿人，才造出792万个新生儿。大家也知道，这个儿童是超级消费者，刚才已经说过了，那儿童一减少，那国内的需求就疲软，内需不振，产能过剩，房子多了，汽车多了，现在连学校也多了，幼儿园、小学，那幼儿园的倒闭，小学的合并。如果光说整个中国，那显得好像看不清楚，因为太复杂。那具体到以上海为例，上海官方3月份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海2025年总生育率仅为 0.66， 为新冠疫情结束以来第2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5年上海市人口监测统计资料主要数据汇编，显示去年上海户籍人口总生育率仅为 0.66， 意味着平均一名育龄妇女仅生育 0.66 个孩子。这什么概念呢？比2024年的 0.72 进一步下滑。这个数字健康水平是多少？大家都知道是 2.1， 也就是夫妻2个人，一男一女2个人生2个孩子还得多一点，这样才能保持人口它平稳。2.1， 如果夫妻俩就生1个孩子，那人口肯定在下降，2个人才造1个人吗？现在是2个人只造 0.66 个孩子，这个出生率是非常低的。上海去年平均出育年龄 32.22 岁，平均生育年龄 32.98 岁，较2024年延后，也就是结婚的人越来越晚，生孩子的越来越晚。2024年平均出育年龄 31.8 岁，平均生育年龄 32.5 岁，也就是1年比1年晚生孩子。我记得这个过去，当然不是现在，20年前那30多岁、40岁的产妇就是大龄产妇，是高危啊。现在你看，人生孩子都往后就往高危去了。公开统计资料显示，上海2023年总生育率是 0.6， 创下近年公开数据最低纪录。2024年一度上升达到 0.72， 2025年又降至 0.66。 上海2017年总生育率为 1.0%， 平均出育年龄 29.81 岁，平均生育年龄 31.16 岁。到了冠病疫情期间，2022年总生育率 0.7， 平均出育年龄 30.36， 平均生育年龄 31.18 岁。也就是从上海也可以看出来，平均出育年龄是越来越大，生育率是越来越小，中间虽有波动，但是总体趋势是下降。人口学者普遍认为，
中国的整体生育率已跌破 1.0 警戒线，已经进入与新加坡、韩国比肩的超低生育率区间。从人口红利时代一路到如今少子化成为国策难题，转折不可谓不剧烈。更令决策层焦虑的是，从全面2孩到3孩政策，从延长产假到现金补贴，刺激措施连连加码，效果却如泥牛入海。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人为什么彻底不想生了？那有人就说了，养孩子太贵，没条件，没钱。大家经常说3座大山，一个是住房、教育、托育，就是这个制约了年轻人生孩子。有媒体也有专家研究表明，中国低生育率特殊因素在于照料困境，就是孩子生了没人照顾，因为现在年轻的男女都要上班，教育焦虑，住房负担，你生孩子得有房，买房，这房子贵，小孩也转教育，教育焦虑。但是你要这么说，有人就跟你抬杠了，所谓的照顾、教育、住房，在几十年前应该是更难才对，几十年前更难，但是为什么大家都疯狂的生孩子呢？恰恰相反，1980年农村物质条件远比今天匮乏，但生育率高企，生育意愿强烈。什么原因造成的？咱们再分析。我只说这个现象。你说穷，那个时候更穷；你说压力大，那时候难道不压力大吗？那怎么70后在计划生育之前，一般的都是兄弟4、5个一家，多的还有7、8个的，少的生3个孩子都算少的，就是70后那一批，就上世纪70年代，家里4、5个孩子的那是比比皆是，那是标配。那时候住房容易吗？那时候吃的更好吗？不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出生率跟物质好像也没有什么必然的正向关系。实际上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生育它是彻头彻尾的消费，完全就是一个只有投入，产出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也就是在小农经济或农业社会，生育那是投入可以忽略不计，但它确实是产出，它是生产资料。我们说通俗一点，你养个马也花钱，你养骡子养马也花钱去买个小马，那都花钱。完了之后你得精心照料，完了养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生孩子也不一样呢，你不用花什么钱，那个时候完了生下来有人管，反正你随便给他吃点东西，不一定比牛马吃得好。姐姐带弟弟是吧？哥哥带妹妹，到了7、8岁、8、9岁就可以干活了，给家里去打猪草，去割猪草，去做饭送水，到了7、8岁就可以干活了，那比牛比马要强。哥哥的衣服小了给弟弟穿，妹妹的衣服小了给更小的穿，反正衣服可以传宗接代，第一代人穿完可以给第2代人穿，也就是生一个孩子的边际成本非常低。这就是俗话说的，一个也是赶，2个也是放，生1个也是，生2个也是，生习惯了生5个也一样。当然了，你不能全靠这个来解释，这个也是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现代社会年轻人不生孩子，那你要先搞清楚，那过去为什么人生孩子拼命的生？实际上就是在农业社会，家庭即社保。我想不光是咱们这儿，那印度、越南都一样。它没发达之前就是农业社会，它没有进入工业社会之前，它都是玩命的生孩子，穷越生，越生越穷。为什么？这性质差不多，因为家庭就是社保，没有养老金，没有医保，多多少少都是养儿防老。你老了怎么办？国家是不管你的，那你只能靠你的孩子。你孩子多，你有可能老年安度；没孩子，你老年就是惨。所以叫养儿防老。那不光是咱们这儿，农业社会国家都差不多。这个不是道德说教，是经过精确计算后的深层智慧、深层策略。积谷防饥，就是积累谷子防饿，积子防老。这是农民在残酷的自然风险面前的理性避险行为。所以在农业社会，我们讲的不光是咱们这中国，其实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农业社会伦理及法律，宗教及约束，仅仅有利益驱动还不够，必须形成一整套文化枷锁，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将生育拔高到道德审判高度，断子绝孙成为汉语中最恶毒的诅咒。在农村很多年纪大人才知道，
年轻人不清楚，在农村那两个村妇吵架，互相攻击的就是你们家没儿子。如果你们家没儿子，那绝对你是低人一等，你抬不起头的，比灭门还惨。你就知道，在这种氛围之下，你不觉得玩命生孩子吗？当然，这个跟文化有关系，是吧？你没有儿子，你没有香火，死后没有人供奉，等等，就这么一套封建社会礼法、宗法，上至天子，下至韭菜老百姓，都被这个礼法所束缚，都得有儿子，所以玩命的生。有人就总结了一下农业社会一个逻辑链条，完整而坚固。农业生产力经济基础是劳动力需求利益来决定的，又决定养儿防老保障。养儿防老是靠什么决定的？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伦理；香火代传，香火延续，不做孤魂野鬼，这是宗教。在这个四重枷锁环环相扣，生育不是选择，而是宿命。这就是说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为什么大家越穷越生？哪怕你只有一口吃的，也不放弃生孩子。我刚才说了，这不光是咱们这儿是这个情况，实际上全球都差不多。放眼全球，凡是生育率尚能维持在高位的国家和地区，要么工业化尚未完成，要么仍被强烈的宗教伦理和性保守主义笼罩，如伊斯兰社会。正统的犹太社区，也就是犹太人社区，也是到现在在宗教的这个束缚之下，还是愿意多生的，以及中国部分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比如潮汕、闽南，也就是广东、福建那边人还是愿意生。你看咱们现在广东的人口出生率是唯一还能拿得出手的。媒体专家就解释了，为什么广东、福建的出生率还高？因为那个地方宗族文化浓厚，就相当于宗教，那跟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是一样的，有这种作用，宗教伦理。所以你到潮汕的，他生3个孩子很正常。但是有人说现在也不愿意生了，那就说明宗族文化跟宗教约束力还是要差一点，不能等同。那么现代社会为什么年轻人都不生了？也就是说，工业化越发达的地方，人越不愿意生。这个我一直拿这个举例子，你看越南10几年前那生孩子，那简直是越南那么小地方，人口过亿是吧？但是据说现在越南人也不生了，因为人家也发展起来了。印度也是，印度现在人口也到了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出生率也在下降，经济好起来了，大家患的病是一样的。那为什么？首先说劳动力数量逻辑被质量逻辑替代，当社会共识从人多力量大转向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生育已经从资产购置变成负债经营。学术研究证实，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人口偏好从数量向质量转变，这正是工业化的必然。也就是不要说城里了，你就是农村型，人家现在也是，不管生几个，1个、2个、3个，人家对小孩的教育都非常重视。你只要对教育一重视，对质量一重视，你就得花钱。你一花钱，你的负担就大，你负担一大，你心理压力就大。而在这个时候，因为农业社会被解构的现在工业化，你的宗教伦理在咱们宗教伦理又不强，宗族概念越来越弱，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也没人信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养老说要靠养老保险，靠国家，你靠孩子是靠不住的，是吧？越来越多人有这种观念，不想给孩子负担，所以你生孩子指着养老，这个已经观念都没有了。所以那你反过来生孩子就完全是负担，整个的观念颠倒，这个也是工业化的必然。这就是社会保障正在解构农业社会的这种养老，所以说养儿防老的这种观念就越来越淡化。虽然咱们农村的社保质量还不行，一个月在100多块钱、200块钱，但是他总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也就是说，你不管农村的养老保险到底水平到什么样子，但是至少农村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放弃靠儿子女儿养老的这种观念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儿女从必需品降级为奢侈品。那第3重瓦解就是熟人社会解体，这个也是我以前经常说的，小农经济就是熟人社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就在一个小村庄里面混一辈子。但现在熟人社会已经解体了，大家春节那几天在那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各奔东西，天南海北，是不是？这种宗族伦理这些纷纷被解构，
但年轻人离土离乡，生活在城市的格子间，断子绝孙的咒骂已不具备威慑力，因为你在城里面没人认识你，你回到农村也没人认识你，所以大家就不怕别人在后面戳着脊梁骨说你，因为人家也不知道。社会评价体系真空，使得传统生育道德一夜之间风化，这就是工业社会的特征。工业社会让你离开了农村的那种熟人社会，加入了一个陌生的组织，远离家乡。工业社会就是流动性的，你今天在深圳，明天说不定又跑到北京去了，后天又跑到兰州去了。当然了，第四重解构也是最隐蔽、最彻底的瓦解。什么第四重？就是性观念与宗教感的崩塌。在传统社会，性是神圣的、排他的，与生育捆绑。但是当下年轻人从生育的前置程序已经剥离为纯粹的娱乐消费，也就是说，你不需要领证，不需要结婚，就能获得性的满足。这也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特征。大家仔细想一想，农业社会为什么把婚姻看得那么重？嫁夫从夫，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工业社会没这一说法，什么嫁鸡随鸡，不高兴我就离婚了。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有工资，都可以挣工资养活自己。婚姻也在工业社会被重新解构。当然了，有些宗教氛围比较浓的地方，还是比较重视婚姻的，是吧？但是什么叫开放？所以现代社会结婚率断崖式下跌，离婚率连年攀升。所以说，这个新生儿出生率的下降，实际上是观念的解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全世界都这样。那不光是咱们这儿，刚才说了印度，连非洲都这样。所以说，相比较，咱们从经济上找原因，说生孩子压力大，那么观念上的结构恐怕是更隐蔽，而且是更为直接。今天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还挺有意思的，也说了整个东亚社会少子化的困局。这不光是中国，是整个东亚社会。他这个文章标题叫《重塑东亚少子化困局下的社会契约》。这个文章一开始就说，东亚社会的未来不在于我们能生产多少晶片，而在于能否重新构建一套让人愿意繁衍后代的文明秩序。他这个说的比较严重了，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东亚社会未来不是说你科技多发达，而是现在当务之急要重新构建一套文明秩序，也就是人愿意生孩子，否则整个东亚社会又要被解构掉。就是你科技再发达没人。他这个文章说，丙午马年开工之际，他说东亚地区的人口统计数据却如同一盆冷水，浇灭后冠病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虚幻热情。从首尔到台北，从东京到新加坡，整体生育率正集体滑向1甚至更低的超低生育陷阱。我们现在跟韩国一样了，比日本还低。最严重的就是咱们了。就是我记得3年前不是说韩国50年以后就没韩国了吗？你韩国发展再好有什么用？50年以后没有韩国了，是不是？3年前咱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文章嘛？因为它出生率太低，50年以后没有韩国人了。那问题是我们也是这样的，80年以后就没有中国了。说这场被戏称为人口消亡赛的危机，表面上是育儿费用的昂贵，深层却是东亚压缩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契约与个人价值之间那道难以缝合的裂痕。所以说我们要从整个东亚的这个视角去看人口出生率，我们还要从整个世界的视角去看人口出生率。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还有自身的一些状况，但是这些都是有共同点的。在东亚的社会语境下，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生物学行为，而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资产配置。长期以来，东亚儒家文化圈对阶层跨越的执着，动不动要为人上人，动不动要肉食者谋之，动不动什么生子但如什么生众魔，是吧？就是生个孩子必须像他那样的。你看看，就在这种影响之下，就是非常执着的叫阶层跨越，演变成全社会参与的教育军备竞赛。不论在新加坡、东京、香港或台北，父母不仅要应付高昂房价，更要为子女的补习、兴趣班
和国际化履历买单。这种将孩子视为高精尖项目而非生命个体的育儿观，使得每一个新生儿都承载过高的财务成本与机会成本。你看，新加坡也被这个生育率过低而困扰。正如新加坡2025年推出的多子女家庭计划所显示的，即使政府将津贴不断提高，年轻人的反应依然迟钝。根源在于，当养育一个孩子的边际收益与养儿防老在现代福利体系下的归零，边际成本却因社会竞争而无限扩张时，理性的个体必然会选择战略性收缩的补婚或丁克，也就是咱们说的叫投产比。你只有投入没有产出，那谁在干这事呢？如果说经济压力是显性令人喘不过气的大山，职场文化则是阻碍生育那道看不见的墙，是东亚社会普遍存在工作至上的集体主义惯性。尽管新加坡的灵活工作安排已覆盖近 90% 的岗位，尽管大力补贴人工生殖技术，但职场中的母职惩罚依然刺眼。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瑞典的父亲能理直气壮地休完90天专属育儿假，而东亚社会的男性即便在法律保障下，仍因担心职业晋升而受阻，而不敢远离办公桌。这种现象反映出一种不对称适应，女性在教育和职业领域已实现现代化，但家庭内部的分工和企业的评价体系仍停留在父权时代，这正是少子化的核心梗阻。当然了，他这个观点我觉得你要放在整个世界角度来看，它也不对，因为欧洲的人口出生率也不高，好像现在人口出生率还可以的就是美国。欧洲包括俄罗斯，你更不要说北欧了，人口出生率低得很。你就是给这个男性父亲生育假，难道人口出生率就高了吗？文章说，要破除这一困境，东亚各地必须完成从撒钱到社会结构再造的转型。首先应借鉴法国的家庭删数制度，对吧？法国的人口出生率更低，那不是他已经从非洲开始引进移民了。英国这些地方，西班牙都已经开始穆斯林化，是吧？叫什么泛绿化是什么意思？总之这不是特朗普特别讨厌的吗？他不就是因为人少吗？与其每年讨论发多少津贴，不如直接将税制与家庭成员数量深度挂钩，让多孩家庭在税务层面上获得实质性的减免，不仅减轻财政压力，更是国家在法律层面承认养育本身是一种重大社会贡献，应获得相应的财产回报。这个我知道，我看过一个介绍，德国是这样的，是你如果你单身，你不结婚，你不生孩子，那你的税高，就正常税负。但是如果你一旦生孩子了，一个孩子让你的税就减少，生两个孩子那税就更低。所以你这么一比较，就相当于你单身就得交税，单身税。你反向看就是单身税，因为你单身比那个生孩子交的税多出来，那就你就理解成单身税。但是即便这样，德国的小孩人口出生率也不高。他的文章说，其次也是最难的一步是职场生态的强制性重塑，效仿北欧模式，将男性育儿假列为非转让配额，并由政府统筹薪资发放，以消除企业顾虑。唯有当男性休假带娃成为职场新常态，女性才能从生育焦虑中解脱，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才可能真正消失。少子化不是一种社会病，而是社会机能失调的症状。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多的托儿中心或更高的人工受精补助，而是能容纳慢生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年轻人敢于生养，不是因为计算出补助能覆盖多少奶粉钱，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在竞争激烈的时代，养育生命本身是一件被社会温柔以待、被制度有力支撑的乐事。东亚社会的未来不在于我们能生产多少晶片，而在于能否重构一套让人愿意繁衍后代的文明秩序。他这个文章部分我是认同的，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再好，科技再先进，你几十年以后没人了，你是为啥？图什么？对吧？这个焦虑是在的，但是解决这个焦虑，解决人口危机，那是全球的问题。
整个东亚地区的超低生育率一直让社会学界困惑，说即使没实施过计划生育的国家，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网友很多专家在反思过去的计划生育，说都是计划生育导致的，但是你现在反过来看看这个东亚现在还就没搞过计划生育的国家，什么一样呢？经济一起飞，生育率也会急转直下，似乎与此区域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差异全无关联，也就是跟他这国家的什么制度没什么关系，只要经济一发展，出生率就急剧下降。所以我觉得都一样，都是从农业社会小农经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时候，人口出生率就必然下降。这个在欧美已经得到验证了，欧美日韩他们走在前面，他们已经经历了，无论日本、韩国还是新加坡、港澳台地区，说这些地方将全球生育率垫底的排行榜报员。当然了，东亚人口出生率超低，那还有自身的原因，对吧？既有共性，也有不同的地方。刚才说了，不同的地方，东亚这个受儒家教育的这个地方，太想出人头地，太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成本就更高，那投入就更大。我们要看世界，这个世界人口格局也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修订版显示，全球总和生育率已经从1990年 3.0 降至2025年的 2.25 左右，也就是全球整个的出生率也是降到2025了，比30年前整整少了1个孩子。那根据这个推算，预计到2050年将进一步下滑至 2.1 左右，也就是到2050年全球的人口就达到平衡了，不会再增加， 2.1 更替水平。好了，再发展到2100年就要降至 1.59%， 全球人口将在2080年达到峰值103亿，这个103亿就是咱们全球人口的峰值了，你不管它，它自然也会下降。自1950年以来，几乎所有地区生育率均持续下降。美国的生育率是 1.6， 你看说还可以，虽然它比 2.1 低，欧洲大概在 1.3， 比美国还差。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低生育率，不光是东亚，它全球都是这样。凡是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扩张的地方，那都是出现生育率下降。当然了，我看有媒体报道说，法国、瑞典等国通过系统性家庭政策，将人口出生率维持在 1.9 到 1.7 之间，证明政策干预在特定条件下可部分缓解危机，这为东亚和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也就是说，你虽然回不到 2.1， 但是你可以想办法让它回到 1.7。那你以后要回到 1.7， 那你就学一学欧洲、法国、瑞典这些对生育人口的这种系统性的政策。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刚才说了，这跌破1，只有 0.9%， 仅仅比韩国稍好一点，低于新加坡，低于日本。刚才也说了，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全球问题，农业化到工业化都会遇到，但是咱们又不一样，因为咱们的人口结构导致了中国独特之处在于规模与速度，14亿人口的压缩式衰退，导致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人口结构导致的。咱们60岁以上的人口2025年达到了 23%， 也就是1/4的人60岁以上。劳动力短缺与养老负担叠加，这是中国特有的矛盾。跟欧洲比，那咱们各种人口政策的刺激补贴政策你还跟不上。跟非洲比，非洲高生育依赖农业与宗教伦理，咱们又跟不上。最后再说一说，那咱们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怎么办？一边是新生儿断崖式下跌，导致老龄化加快，一边是1200万大学生一毕业找不到工作，就业的时候嫌人多，消费的时候养老的时候嫌人少，这个又是咱们的独特的矛盾，也就让我们的人口问题成为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决。是不是真的要牺牲一代人？就有一代人他就像日本一样的消失了30年。中国人口困境是东亚缩影，更是全球低生育浪潮的极端体现。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也就是我们的人口出生率每年下降 0.1， 去年是 0.9， 那今年恐怕就是 0.8 了，就这个速度非常快。所以唯有直面底层逻辑，生产方式不可逆，观念已崩塌，结构需要再造，才能筑坝拦水。
世界经验证明，单纯刺激无效，结构性变革与文化重塑才是出路。留给决策层的时间已不多，所以最后具体到中国跟世界不同的地方，恐怕也还是咱们最近说的一个能耗问题。一边是我们是第2大经济体， GDP 还是5%的速度的增长，一边是牛马焦虑，吃不饱，没工作，没收入，你怎么让他生孩子呢？你补贴的那3瓜2枣有什么用？所以说还得从这方面入手，让他把它建设成一个高效节能的社会。高效节能不是说能源，而是它的运行成本低，否则就会让我们的经济叫雪上加霜，而且还无解。人口问题引起的连锁反应就像洪水一样，到时候想扭转是很难的。所以网上有个梗，牛马没有下一代，谁最着急呢？着急的不是牛马。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